哇，好大條痕喎！各位好，自由行本來今集陪朋友做個簡單嘅眼睛檢查，但係竟然發現到佢有潛在嘅問題。撞正今次係蔡司嘅180週年慶典，配漸進鏡免費升級變色鏡片，青少年鏡片18歲前無限換，全場眼鏡框7折，包括名牌眼鏡，優惠多到爆，立即帶大家去呢間眼鏡店睇一睇。睇之前可以先訂閱我嘅頻道，如果能夠讚好同埋分享俾你哋有需要嘅朋友就更加好啦。好啦，我哋立即去片。今次嘅眼鏡店呢，其實就近羅湖嘅關口，非常之方便。我建議出關之後呢，靠左行，呢度呢有瓦遮頭，落雨呢都唔怕。其實可以直行嘅，咁樣就最方便。但係沿住呢個有瓦遮頭嘅地方行呢，就唔使怕好天曬落雨淋啦。大概行5分鐘呢，就會到達東港城。下邊呢已經有眼鏡店嘅廣告，一定唔會認錯。由呢度搭 lift 上去6樓，就會到達今次介紹嘅眼鏡店 T 台眼鏡中心。其實呢度係 T 台眼鏡店嘅第3間羅湖分店，佔地3萬多尺，有過萬款眼鏡。佢哋呢度嘅老闆小龍哥呢，對客人嘅眼睛執着，真係唔係講笑。為咗確保每一次驗光驗眼都數據精準，喺開業半年呢，已經換咗第3部最新嘅視力檢查儀器。因為數據差少少，副眼鏡呢就會差好遠，所以呢唔可以慳。佢呢一份堅持呢，就係想每位客人戴得清楚、舒服同埋安心。所以今次呢，就會用呢副最新嘅儀器同我朋友檢查視力先。喺第一個檢查嘅報告第一張圖呢，已經令我哋好驚訝，因為檢查到一隻眼呢，有一條好大嘅劃痕。你看這張圖我就看得出來，你的散光很淺，沒什麼散光度數比較淺。冇乜散光。因為這個顏色基本上都是屬於是綠色的。如果有散光呢，它顏色它會有很大的不同的。因為有些人是存在有高階相差的，我用光學眼鏡，我怎麼樣跟你矯正？你到了晚上，你看那些燈啊，都會有發散、有尾巴那樣子的。這個就是高階相差造成的，所以這個給我們配鏡很有幫助。因為隻眼呢有條劃痕，始終呢都有啲擔心嘅，所以小龍哥呢就再帶我朋友嚟到後邊呢一度，用呢幾部最先進嘅儀器再檢查一下隻眼。因為呢部先進嘅儀器呢，可以將隻眼睛放大16倍，所以可以再清楚啲睇下有啲咩嘅問題。呢度嘅儀器呢，可能比一般眼科中心仲要先進好多。喺呢度呢，睇得好清楚，朋友隻眼呢係有一條劃痕嘅，雖然冇咩不適，但係都建議佢返香港睇睇醫生。之後呢，就再將佢副舊眼鏡用呢部儀器檢查一下。呢度除咗小龍哥係驗光師之外，另外呢幾位呢都有10至20年豐富嘅經驗。因為呢度地方大啊，所以呢有多間驗光室，所以驗眼都唔使等太耐。之後呢，就進行驗眼嘅程序啦。首先呢，填上客人簡單嘅資料。首先用呢部機度完眼嘅距離，清潔完呢部機呢，就可以進行驗眼啦。因為一般驗眼嘅距離最適宜呢，就喺5-6米之內，而呢部機呢，就解決咗驗眼距離嘅問題啦。之後呢，就會 check 下紅綠顏色、圓點嘅清晰度、橫直條紋嘅清晰度、英文同數字嘅清晰度。之後呢，就戴翻一副臨時嘅眼鏡，再驗多一次，基本上呢就完成㗎啦。T 台眼鏡店同蔡司公司合作咗多年，佢喺羅湖嘅3間店鋪呢都係蔡司嘅授權門店，而適逢今年係蔡司成立咗180週年，為咗慶祝呢，今次蔡司就推出優惠，逢購買漸進鏡片免費升級變色嘅鏡片。究竟佢哋變色嘅鏡片有幾厲害呢？我哋而家睇下呢個實驗呢，就會知道㗎啦。來，你看就變了，一下就變了，變色了，對呀、變了，對呀、變了，你看，顏色就這樣，你看這個擋住就沒變到。是。咁變色嘅鏡片有咩好處呢？
变色的好处就多了，它防紫外线啊，因为它还可以挡住你的强光啊，因为都是有了紫外线才变色嘛，所以它是挡住了紫外线啊，包括皱纹啊，都不会说那么紧张，都还会有，等于是可以经常戴变色的啊，还可以減少你的皺紋呢。除咗蔡司嘅優惠之外呢，呢度仲有80蚊鏡框加鏡片，或者鏡框加漸進鏡片，都係200蚊就有交易。唔會因為將貨就價俾啲 cheap 嘅眼鏡你，就算80蚊咁抵呢，呢度啲鏡框嘅質素同個樣呢都唔錯㗎。朋友喺呢度呢揀咗一副之後，都係第二個地方度呢揀多一副。佢話難得咁抵，一款呢就攞嚟返工，一款呢就攞嚟去街嘅喎。好似呢度呢款500幾蚊嘅款式，而家呢仲有7折添。如果覺得頭先好多款式呢都唔啱心水，唔緊要嘅，因為 T 台眼鏡中心呢度呢仲有一個專賣名牌眼鏡嘅位置，多款國際知名嘅名牌眼鏡呢度都有得買，仲要同頭先一樣，呢度嘅眼鏡呢全部都以7折優惠，所以想買名牌眼鏡呢度呢絕對係你嘅不二之選啊！為咗守護孩子嘅視力 ，T 台推出咗青少年專用嘅近視防控計劃。18歲前如果度數增長超過50度，佢哋承諾不限次數更換鏡片。防控鏡片呢，就是你在18歲之前長度數都給你免費換。點解要咁樣做嘅？只要主要就是能夠對你小朋友的近視，如果能起到能減緩近視增長的作用就好。店鋪呢仲有呢一部蔡司3維定位配鏡系統，主要用於精確測量同埋定位眼鏡鏡片相對於眼睛嘅位置，以確保佩戴者獲得最佳視覺效果同埋舒適度。好，這個很快的啊，就看裡面那個十字架。而家國際品牌嘅鏡片呢係2.8折起，訂製鏡片呢係3.5折起。你就配智利亞洲版1.6的漸進6280乘1.3.5，這個就是2198。如果唔係配蔡司最貴嘅漸進鏡片，普通嘅漸進鏡片價錢又係點計呢？1680，那個是1680乘1.35，就只要588就可以配一副蔡司了。500幾蚊呢，就可以配到一副蔡司嘅漸進鏡片，真係好平啊！而家唔使加錢呢，就可以轉為變色鏡片，真係好優惠。因為漸進鏡片呢係需要7日左右嘅時間製作嘅，所以就要加返對方嘅微信等通知嚟攞眼鏡。因為配漸進鏡片呢係進行一個小測試嘅，內容呢係屬於眼鏡店嘅秘密，我呢就唔揭破，留待配眼鏡嘅你哋自己去體驗下啦。因為呢度自設工場，如果普通鏡片呢，最快30分鐘呢就可以攞眼鏡，所以喺等嘅時候呢，你可以喺呢啲按摩椅度免費按摩，或者呢個雪櫃免費攞啲飲品飲下。如果有消費嘅顧客呢，更加可以喺呢度嘆杯咖啡添。所以朋友呢，就先攞咗一副普通嘅眼鏡戴住先，另外嗰副呢，就收到消息之後再嚟攞過。呢個眼鏡水啊，時鏡片污糟咗可以用呢個噴下抹乾淨。呢個入邊有螺絲批啊，同埋備用鼻套嗰啲，可以後面俾你哋用嘅。今次 T 台眼鏡配合蔡司180週年優惠，免費升級變色鏡片，青少年鏡片無限換，最平80蚊有一副眼鏡，全場鏡框7折，配鏡最佳時機，記得把握今次嘅優惠啦！如果鍾意今次嘅分享，記得 like 同埋訂閱。我哋下次同大家繼續發掘好地方，拜拜。